动，哦，所以本来牧师叫我们要去瞧位置，我在后面说不要瞧，让他们坐在那里，哇，因为我好看到这个一代一代的在这边聚会，真的是好多美好。虽然他们会吵，没关系，吵中他们在听神的话，阿们吗？所以很感动，看到我们教会是一代一代的一个成长。我在里面只是认识一个向哥而已啊，他比我老，其他我都不认识啊。OK， 感谢主。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认识耶稣得丰盛的生命。先做个调查，你在这个教会已经聚会超过1年以上的，请起立。1年以上哦，1年以上哦，1年以下都不算哦。1年以上。好，感谢主。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认识耶稣真好吗？好才说嘞，我说牧师说好才说嘞，真的好吗？好，来大声一点，认识耶稣真好吗？哦，对嘛，好，要分享。好，你对旁边坐下来说，认识耶稣真好。请坐，感谢主。OK。我要来之前，我用了 AI 画的这个图因为我现在努力在画 AI OK， 那我们认识耶稣得丰盛生命是什么？自由、平安。那你的生命进入到一个不同的层次里面，就有无限的光彩。所以我把这个元素输进去之后画这一张，我觉得还蛮满意的我送给大家。人生真的不公平别人还是金汤匙我含的塑胶汤匙出身常常会有不公平人长得这么帅，人家是帅哥，人家是美女我是 everyday 哇，昨天怎么差这么多？他口袋都是满满的，我口袋都是空空的。人生真不公平，你觉得不公平吗？这是命吗？有人说这是命哎呀，你要顺服这是命改不了啦，就这样子认命吧，听过吧？尤其我们台湾人说认命就认命认命就是这样子好好的做，好好的做，好好的读。常听到这句话，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满意，我不认命，我就去怎么样算命，改命改运改得了吗？有改过的请举手。你们都没有，我有改过，越改越惨，不改还好，越改越惨。所以，我们命可以改吗？所以人家说会改，能够改，真的能改吗？真的能改吗？圣经我们刚才念的，我们大声来念一次吧，大家一起来，1、2、3，来！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并了。亲爱的家人。约伯记说：“你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临到你。”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人没办法去改变生命，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的道路。但是圣经说，你来认识上帝之后，这些都要被改变。阿们吗？而且改变的时候，你认识上帝，因了你的家里无论大小都要蒙福气。所以我刚刚看到很多小朋友，我好感动。当年我在想到我们20、30年前，我们是一样带着孩子，然后就在后面，然后一直到前面然后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进入第2代、第3代。不要怕孩子吵，越吵越福气，你知道吗？他们生命就会更加的兴旺。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这是我老爸跟我老妈。当年我老爸是号称高雄田寮乡的最帅哥我妈是崇德村的大美女OK， 真的那时候我妈真的超美女的很多人在追可是我老爸比较厉害，因为那时候他们用走路的乡下的，所以我老爸会骑脚踏车，说比较快一步，说追上我妈帅哥美女结婚呢，这是一个王子跟公主美丽的故事，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也生了一个像我这个帅哥也是一个儿子，哇，人生到此为这样美满幸福，对不对？阿们但是事情来了，你看我妈快乐吗？如果快乐吗？不，我看不快乐。我爸这个人就是很硬口中作乐其实他也笑不太出来。因为我10个月时候得小麻痹症，现在小麻痹比较早听到，因为这样政府就打疫苗。
那我也很奇怪，我那小时候就老到现在跟现在差不多哦。我妈抱的是我啊。那我爸本来我们在台北啊，住台北啊，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搬到台南来啊。那左手我老爸抱的是我妹啊。那我们真是体弱多病啊！我小麻痹啊，发高烧啊，39度3个月，哇！如果你当过父母就知道，如果你孩子39度，每天烧3个月，我想你都凉了啊！这个好了，大概也是神经大概也都是破坏掉了。那加上我妹妹很会拉肚子，吃什么都拉啊，怎么都拉。所以我们家里真的不平安。你周末要去拜拜吗？我妈超会拜的，因为我妈的阿公是当机哦，所以我妈也会画符啊，对，会我们家很多的这个偶像，那是我听我妈说的啊，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记忆哈。那越拜越没有平安，越拜孩子都越更惨。因为我们那个前早期，我爸是住都局的啊，公共工程局，所以那分到宿舍的时候很大，所以里面有两个那个家庭。那另一个家庭呢，我们住在一起的，他刚好是大光教会的长老，啊，那他们家生4个，那时候4个，人家一样吃一样的水，一样的米，人家都没事呢。每个都健健康康啊！我们家就是天天下力天天的啊，这个发烧，脚没有力气，已经2、3岁了还不会走路。那为了医疗费，我老爸呢，公务员都是初一领薪水，所以呢，初一领了薪水，赶快去还里长，啊，因为向里长借钱了啊。那住隔壁而已啊，我还认识他，住到我们家不远啊，大概100公尺内。那15号要去借钱，有借有还了，说人家才去借，这样借好几年，所以家里真的是很凄惨的状况，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所以你看，你再怎么改运、改命都改不了，直到有一天啊，我阿嬷呢带我去，听说哪边刚好一个庙很灵很像。我跟你讲，我阿嬷也会拜啊，所以在我这个初10个月到了2、3岁，大概全省走透透了啦，这个所有庙宇都拜过了，该吃都吃了，不该吃也吃了，什么都吃了所以一直拉肚子啊。OK， 那听着说哇，哪一个庙非常有灵有侠，你一定要去。那我妈也说，反正我妈很相信这东西嘛，就带我去了。哇，然后那就坐滑，乩童坐滑，然后东西降下来，哇，开始起档啊。然后呢，起档之后，然后跟我妈讲一句话：“你这个孩子不信耶稣救不了。”我妈吓一跳，乩童跟我妈说要信耶稣啊，降下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降到他身上？变成说你一定要信耶稣，要不然这孩子没有得救。我妈就半信半疑嘞，这真有耶稣长子，也是差不多全省拜透透了，既然乩童在讲了，就半信半疑。那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个大光教会的长老娘，天天跟我妈说，你要去信耶稣。我妈也笑笑，好了其实很多我想进的贝斯的，你们贝斯的来是不是都被逼来的是不是？被逼来的，吃人家的饮料珍珠奶茶不热来不行嘛，对，是那就好。我听完王牧师，在听完之后，我准备绕跑，那个心跟我妈妈一样哈利路亚！今天你来了，真的是恩典满满听了我这讲的话，你就会继续吃下去，没关系，吃该吃，然后有耶稣，有恩典，有丰盛生命，继续有丰盛生命，所以两边都捞没关系OK， 那我妈就不信邪，不去。但是听了这个当地说，你要信耶稣，他就放在心里。刚好有一天呢，我三叔来那三叔呢住我们家几天，他要离开之后跟我妈讲，嫂子啊，我看你们不信耶稣，真的不行了。那我妈问我说为什么不行？因为隔壁那边长老在祷告呢，那鬼都跑到我们家来呢，你不信耶稣你怎么办呢？难怪我们家不平安，那个所有的鬼都变安这边来呢。
哦，哇，我妈真的是很害怕，因为什么都不怕，就怕鬼啊。哇，然后不久之后，隔壁刚好有，不是这个长老娘，是还有一个朋友来说，听说啊，某个教会有一个特会，有一个美国来的牧师很厉害，手一按下去祷告之后呢，他病就会好。你要不要带孩子去看看？他想说反正该去都去了，对不对？不该去的都没有去，那剩下教会去看看，给检看多一个，反正神拜那么多了，多一个耶稣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带着半信半疑就把我带去了。那就这样唱歌啦，牧师讲道啦，然后说大家要信耶稣的上来，要祷告上来排队排队，大家排队。我妈那时候跟你们来了被压来一样，不好意思的躲在后面孩子带着放在后面那说要祷告的赶快过来，他排队。我妈不好意思排在最后面。我就是跟我妈说你应该跑第一个，那我的病就好了。你就跑，躲在后面，我今天办好就是你害的。下次等一下说要祷告了，你要赶快跑快一点我跟我妈说你就是跑太慢。说今天我的病才得，现在我可以走路呢那之前是连站都不能的。所以我就怪妈说你跑太慢，下次快一点。那牧师正祷告，那祷到最后妈妈说你要为你祷告什么？他说我要这个孩子能够站。那我们心里，我妈就挑战这个牧师看这个牧师是他耶稣比较强，还是党基比较强那时候如果孩子能够站我的信耶稣，我们家的神明所有的符全部拿掉。牧师要为我祷告，结果呢，站10秒钟，10秒钟影响我们一生，不是6秒钟护你一生，是10秒钟我就站你10秒钟。我妈吓一跳，已经3年了不会站了，然后10秒钟又趴下去了软掉。但这10秒钟影响我们家一辈子。她回去就跟我爸说，要信耶稣，因为这个孩子已经10秒钟站起来，站10秒钟了，所以把所有的符拿掉，所有的偶像拿掉，开始来信耶稣。阿们。你看我们家多快乐，跟我妈前面2张差很多吧？这是我妈差很多，对不对？真心的笑出来。我们家你看我笑多可爱，对不对？旁边是我妹妹我妈抱那是魏鹏长老啦。魏鹏长老他出生的时候就很快乐，他真的每一张都笑得很快乐不像我前面都补阿明OK 所以我说10秒钟影响一辈子。我们家开始有平安，当然问题还在啦，但是是慢慢的改变。事情没有改变，我的脚也没有全好，但是呢已经可以跑。我跟你讲，我还打棒球呢，跑很快那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那当初呢在追我老婆的时候，我还可以陪她去溪头跑到银杏林去呢。现在这样不行了，现在都要坐高尔夫球车上去了，差很多。但是就差很多，你看，信了耶稣，生命的改变，家庭的喜乐、平安。读书不见得是最好，但是呢，我在这张秀给各位看的时候，烧了3个月，每天39度，依然可以大学毕业这是不是神恩典？是谁的恩典呢？阿们吗？神坐在我身上，也可以坐在你身上在医学上，魏鹏是医学科，他知道39度烧了3个月，那时候没有抗生素，没有怎么塞剂，也没有什么降温的嘞。所以感谢主，我的脑筋没有坏掉。感谢主，这都是恩典。所以那短短的10秒钟去经历它，上帝就开始祝福。你看我老爸笑得多可爱，我妈笑得多可爱，真的开始生命不一样。亲爱的家人，什么是福气？你要的是什么？这是甲骨文，福气的福，甲骨文。一个人拿一个酒坛在献祭，他认为最大的福气是跟神有连结。可曾几何时，我们到了我们的楷书呢？我们的福气小到说，祈求神给我们一口甜，然后吃饱温饱就好。
这是福 ，OK。亲爱的家人朋友们，你要的福气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妈说你要读书哦，不读书哦，这个就人生就 Q 嘎去哦，结果呢，我发现读了半天输给一个卖鸡排的，OK。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想，哇，考到好学校这种福气啊，上帝祝福啊，神明保佑啊。可是读完之后发现，当教授薪水比在我们的那个逢甲夜市的卖鸡排的少很多，哇，真的是扎心了。早知道就去卖鸡排了，对啊。那之后呢？毕业之后你要求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什么？找一个薪水，找个高薪的，然后呢，钱多事少，离家近，每天睡到自然醒。有没有这种工作？没有啊，有的早就被人家拿走了，怎么会轮到我们呢？是不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孩子，毕业之后，哇，好高兴，台积电录用了工程师，好高兴，然后在南科，结果来这边3个月就请妈妈把缴钱缴了，然后呢哭着回家，为什么？受不了，受不了。什么是好工作？结果他回去台中找了一个工作，比在台积电的薪水少一半，在那快乐，那我们看到3个月，我们才吓死，他瘦到不成人形了，现在壮到像鸵鸟啊，差很多。什么是高薪？你要的是什么？然后呢，之后呢，哇，碰到我们一个美嘉良嫁个帅哥，亲爱家人，这是我们梦想吗？有没有人不梦想这样？我看在座都旁边都是一个漂亮的漂亮的老婆，然后旁边是帅哥很多啊，这是我们期待的。结果呢，2、3年后来找牧师了，牧师，我们要去户政事务所。我说干什么？再结婚一次吗？不是的，夫妻关系不好，那生了孩子希望关系更好，结果生孩子关系更不好，因为孩子之间造成夫妻的关系更不好。然后呢，其他孩子长大，结果孩子跟爸爸妈妈关系不好。我们教会就这样子，我这样子，我们现在碰到年轻人的状况是如此。那什么是幸福呢？什么是幸福？我们一生就是穷，五子登科，万事顺利，这是我们一生的幸福，丰盛的生命嘛。那到最后呢，心脏嘣嘣嘣叮然后离开世界，我们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吗？那我们生命是什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福气呢，好像会随着我们的年纪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一个想定跟想法。但是耶稣跟我们说，看我们比你所拥有的知识、财富、成就更重要。他要爱我们，要跟你同在。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去拜拜，跟他许拜，然后呢说困不起我睡不着你让我好睡如果鸡桶一将来说好，我今天晚上跟你回去，你会怎么样？吓死，对不对？你跟他拜拜之后，那只神明说今天晚上要跟你回去，要一起睡觉。你不是求他跟你保你平安好好睡觉，他要跟你回去，你会怎么吓死？7月半拜拜之后，拜完之后，你在外面吃买一码就走不要进来。你这样拜他了，你为什么不请到你家客厅坐一下？为什么不来你们家？要么你拜他干什么？但是我们的神是说，我要看顾你，20小时跟你看顾你的所有一切，我都要祝福你，与你同行。所以我们转化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祝福的一个生命里面。所以神说，把你所有的事交托给我，依靠我就要成就一切。你的问题不会高过我的能力，你的问题是没有错啦，是小夸大代志，就是大事里面最小的。我们神是里面最大的神，所以他要我们把你的
你所有的难处，无论是你现在是你的学业问题、你的就业问题、你的婚姻问题、你的亲子关系问题、你的财务问题，你的健康问题，一大堆问题。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都这样子一个一个要去找神，那多惨呢？没有拜到怎么办？在民间信仰里面，你这个要升学要去拜什么神，婚姻要求什么神，财要什么财神啊？你如果没有拜到呢，得罪了一个神，那就惨了，对不对？那我们神很简单，就一个，他说把你的事交托给我，我就要成就，而且要指引你的道路，就让你每一天有喜乐有平安。你天天有喜乐有平安，虽然有风有浪，但是呢，你每天要像这孩子一样，跟骆驼一样笑呵呵，笑得很快乐，而给你一个丰盛福乐的生命，这是我们要的。神说：“我这里面我要赐福给你。”在创世纪说：“我要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赐给你，敬畏我、认识我的人就要这样子。”所以神这个恩典，刚刚牧师介绍我。那2011年被神呼召去开拓教会，不是什么感动啊，是被神糊弄了。神说，你这样差不多了，你要不要来开拓来服侍我啊？我会让你一切都顺利亨通。我在想主啊，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当然，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决定要去开拓新盼望教会。我们主要主体是年轻人。感谢主啦！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教会12年，那我们全家包括魏鹏，我们全家一起来服侍神啊。那我们的教会刚开拓的时候呢，刚刚看到了台上的比台下还多，服侍人比较多。那我们的主要的对象是年轻人啊。感谢主，我们前2-3年。真的是到公园用敬拜赞美，我们有乐团，我们教会有2个乐团有电吉他各式各样的配置，然后用圣诞节一些节庆，我们就到公园开趴让很多年轻人能够来认识神。可是到了2018年，我们遇到风浪那很特别。2018年的时候，那我们同时有4个家庭离开，因为我们教会有70%都是学生70-80%是学生。当这些人离开之后，我们就遇到财务的问题，遇到一些艰难，因为有经验的长辈都离开了，剩下都年轻人那些都是还在刚刚读大学啦、高中啦、国中。那我就祷告说：“主啊，你对我真好，别的教会你都给王雪红广达很多这个 Morris 这个台积电张忠谋你给我的都这些你对我真好你糊弄我把我骗来了你真的都不错，对我真好。神没有说谎，神没有说谎。像家人那时候我已经是50。我是55岁，大概是快59岁、58岁左右。你知道我5岁就在教会长大刚刚牧师有介绍，然后我在高中高3高4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OK， 那在这个过程中里面，我信主大概50年。我们说信耶稣真好。哇，我们这个神真棒的你看这个图，在风浪中我们都你看这个门徒啦，这个就去收风帆啦，有人在舀水啦，有的人在那边掌舵啦，他们忙得要死，看到耶稣在船尾里面睡觉，那你说耶稣啊救我我们快死了，耶稣说这样风给我止住然后止住了。我这故事也读过 N 遍了，讲 N 遍，结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经历它，话语是可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神真的这样子好吗？真的可以这样帮助我吗？那我就一直祷告，祷告之后，神跟我说话，你是真的要玩真的玩假的我那不敢讲嘞，我到这个开拓的教会还要再玩下去，还是玩还是只是一个这样子平静
有很多的人来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啊，看前面这样子很多的人啊，很多的我们的这样子一个看起来很热闹，那人也不少。那神说，是我把他们带走去了，那你要不要？我说主啊，你对我真好，我考虑看看。亲爱的家人跟朋友，牧师会软弱呢，所以要常常为向牧师、谢牧师祷告，要长子祷告。牧师也会害怕，我跟你讲哦，真的很害怕。那我再继续祷告啊，神跟我说，好了吗？想好了吗？啊，我说再等一下。我说好啦，勉强啦，继续下去，撑下去。那上帝说，那我给你的人是孤儿寡妇，你要不要？我说你真的对我太好了，没有把王雪红带来，还要把这些人带来哦。我说主啊，你真好真好，真的谢谢你哈，哈利路亚那我跟师母讲说，我们可能准备包袱准备好，然后门关一关，准备走人。那祷告之后，我跟神说，主啊，我愿意留下来，但是你要像当年摩西一样跟我上去，跟我走，你要帮助我。然后神就没说话。那是在2018年这是大概是4年前。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虽然人很多的时代，也有很多的长者，那我们的年轻人很多。我们从第1年到第8年，每年的结算都是 minus。你说牧师怎么不紧张呢？不害怕呢？可是从2018年之后，每一年都正的，阿妹吗？哈利路亚！不知道钱哪边来的。那当然，我们互相长老教会蛮支持我们教会常常给我们资助，还有我们的长子我们的很多，但是还有更多你想不到，都是非基督徒，竟然赞助我们，甚至赞助我们一笔钱去关怀我们的邻里的这些的边缘户。那我们就在今年收到一笔很特别的，非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很厚的一笔。让我们去拜访10个慈户，让我们给个很大的红包。让我们去拜访他们，像这一户，他因为他孩子有精神上的问题，这是台中市政府列管的这个低收入户、边缘户。感谢主，12月3号要受洗，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他说：“牧师啊，你来之后，我们家里有平安。我那个儿子现在开始在工作了。他是重度忧郁症，在吃药的，现在在工作。上帝的带领开始工作。那我带着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孩子去拜访，去为这些的生病的、躺在家里的祷告，也为这些忧郁苦的祷告。”他回来跟我说：“牧师，有没有机会我们再去？为什么？我们很幸福。对他们感觉他们很幸福，因为认识耶稣真幸福。看到他们之后，他们发现我们真的幸福，很喜乐。阿们。所以，我们刚才问你，认识耶稣真好吗？阿们，真的好太多了。阿们。但是神为什么要跟我讲这句话？他说你要像约伯一样，曾经风闻有我，没有经历我。”所以神要我经历他，哇！我当时真的很感恩，到现在很感恩。为什么？神恩典满满在我们中间。我们昨天刚刚庆祝完12周年之后，我开车下来那我们昨天听到每个孩子，因为我们教会孩子在占大概是现在大部分是80%左右，然后越来越爱神，然后他们在说这段时间里面12年里面，他们怎样在生命中的成长。我们这边有很多都是爸爸妈妈过世的，或是单亲的，都是爸爸过世或妈妈过世，或者是很多的家庭的问题。但是我看到每一个人的成长，然后修复跟夫妻的爸爸妈妈的关系，我很感恩，我跟师母都流眼泪，很感恩。他们一个一个都蒙神的祝福，那每一个人都，你看到我们这真的真实的笑脸不是那个无阿明
虽然他们不是读书非常的top， 可他们都每一个人走在他们的生命道路里面。像最左边的左上角那个，他读台中一中，他说立志要成为补习界的名师。感谢主，今年已经达到是补习界名师。现在从台北、嘉义、彰化、丰原，他都是名师啊，每个礼拜将要坐高铁这样的来回，阿妹吗？所以孩子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带领中，生命都不一样，每一个都不一样。哇，很感恩，我是看到神啊，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他们有个平安，而且呢，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亲爱的 Best， 你们来，今天是爆点啊，赚到了哈！你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这都是黑暗的权势，他不喜欢你变好，他会跟你讲，你命就是这样子。没有救了，没有办法了，没办法改变。可是耶稣说：“我来让你生命得更丰盛。”阿们吗？让我们生命更丰盛，最重要是你有喜乐、有平安，这个丰盛。家人，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放心，我已胜了世界。”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在工作过程中，在结婚的婚姻中，在养儿育中，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上面，一定难免会有一些困苦。但是你有喜乐吗？像约伯一样，他虽然很苦，但是他有喜乐，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你知道你有个神与同在的时候，你读书都不是问题，你生病你都不是问题。你要知道神要医治你，你在财务上有困难，神要供应你。在我的教会里面，电视都是要祷告来的。同工说：“牧师啊，放弃啦！我奉献，我买电视。”我说：“不行，继续祷告。”3个月之后，有人打电话说：“牧师，你要一个52寸的电视吗？”我说：“阿们，这个需要。”然后他给我电视之后说：“哎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音响哦，有没有 CD player， 有没有喇叭，有没有这个？”我说：“不好意思，我们教会哦势必他说：“真的吗？好，全部给你，都给英国字了。”哇，阿们！所以你要的向神求啊，他就给你。当然，这个是很粗浅的，你的需要，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会给你的平安，让你们心中有平安，不要忧愁。这都是神与同在的，你不要怕。环境虽然在变动，不管你环境怎么样，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爱的。所以，当你信主之后，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一起来念1、2、3，来。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儿女。所以怎么样？信耶稣之后，你不是人了，啊？你说啊，信到不是人，是啊，你变成神了，哈哈哈！因为是神的儿子，这张也是我 AI 画的啊，漂亮啊。OK， 因为你已经超越人了，你是像神一样，因为你有耶稣的形象，你已经把世界的这些的东西，你已经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你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要有神的眼光，你已经像神一样的一个平安、有喜乐、有能力。这是我跟你讲的，就是你要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家人，虽然你信主很久，跟我一样很平安，神很祝福，但是神说我要给你更丰盛，是什么？你要像神一样，阿们吗？你是神的儿女，那你是不是神？不敢讲话啊！你是神的儿女，那你是不是神？不是。是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你是在地面上，只代表现在这么在地面上，你是代表神国的大使，你是神国的儿子，现在派到地面上嘛，所以那是个丰盛的生命啊。那丰盛是什么？你自己得到祝福之后，你要去祝福别人，阿们吗？这段在台语没有讲的，因为牧师说我们台语国语堂的这个灵命更高，所以把更好的留给国语堂。OK， 因为你们像神，我们都像神一样。我们不仅得到福气，得到祝福，我们也要去祝福别人，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觉得他最凄惨，他的爸爸妈妈都不了解我。那个同学觉得我像猴子，像巴基一样。可是当他出去之后，发现了哇，神祝福他很多，他觉得他需要去祝福别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base，你要经历神的丰盛，经历神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蝴蝶、毛毛虫，到底右手边的蝴蝶是毛毛虫还是蝴蝶？你说它不是蝴蝶吗？
是蝴蝶，它是毛毛虫，你也不能说它不是毛毛虫，是蝴蝶又毛毛虫，到底是蝴蝶毛毛虫？我们基督徒这样子，你是神还是人？你是人还是神？就两个混合在一起，你是神人 ，OK， 哦，所以你有神的形象，阿妹吗？你跟你左右说，你像神一样，来，这就是丰盛的生命。神要让你像神一样，就像看镜子一样，你看到耶稣，你没有看到王慧贤，没有看到你自己哈，你只是有丰盛的生命。亲爱的 Best， 你今天被逼来听我讲道，真的很痛苦，没关系，好，但是忘记也没关系。今天王牧师要特别邀请你，要尝尝主恩的味道，知道它的美善。一个苹果你不咬下去，你怎么知道酸还是甜的？咬咬看吧。那王牧师说，我们的家庭，我妈妈10秒钟影响我们一生。那我在痛苦中，神说我要让你更丰盛，我很兴奋，而且兴奋了3、4年，而且更兴奋。为什么？我们来的路上，我们看到神跟我说13期新章，超越期待。跟我们讲什么？因为我们刚好12年嘛，进入第13年，这是新的一章，要超越期待。我们跟师母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神跟我们说，哇，我们要更丰盛，更恩典。愿神祝福，把这份的福分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好，我们坐着，我们一起来回应诗歌。不好意思啊，打错，因为我的 PPT 已经送来了，没办法，我改了一个歌词啊，不好意思啊，那个通通换我第2个哈，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的档案太大，我有这云端让他们下载哈，那是后来那个哈，就是恩典满满那个哈，恩典 OK。那你听完之后，在王牧师身上的神跟在这里的神一模一样，他能做的事情跟我们一样。OK， 我们一起来唱哈。相信今天的恩典要临到你，说你来了，你赚到了哈。